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0号。这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已经是节后上班的第二天，按理来说媒体喉舌应该是打起精神了，对吧？赶紧宣传一下这个11黄金周，这个国庆节、中秋节楼市火热，止跌回稳，对吧？这个稳中向好，一片大好。但是很可惜这个上班已经第二天了，感觉这些媒体的小编还不在状态，这个恐怕还在休假之中这个人回来了这个心还没回来，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楼市火热的报道。但是有那么几篇你比如说中国房地产报10月10号下午3点多发了一个报道，这是喉舌房地产报呢必须要报的，标题是什么呢？是单盘净销近4亿元，北京楼市长假打了个漂亮仗。他说新政红利持续释放，叠加房企让利促销，北京楼市在国庆中秋假期迎来了一波交易小高峰，是那个味儿了，对吧？这个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只是这个力度小了一点，措辞略有保守。他下面说来自北京部分房企发布的热销海报显示，国庆中秋长假保利北京区域7盘联动实现8.3亿元销售额，中海瑞文什么单盘净销4亿元，招商什么中海丰和3号院分别斩获2.8亿和2.3亿元，中建一品新创什么元起项目，这一个项目居然还有8个字是不是字越多越贵字越多品质越高是吗？中建一品新创元起首房即认购占比40%，实现销售额1.8亿元。说假期期间我们项目加推69平方米小三居，当天看房并交首付的购房人最高可以享受93折优惠，折扣力度很大，吸引了一波客群。火出圈的北京市通州区一置业顾问表示，中植研究院数据显示说国庆中秋假期10月1号到8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日均成交0.61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长52%，二手房日均成交19套，较去年同期增长73%。火热的成交给楼市和企业都带去了信心。这个中植研究院的数字昨天咱也介绍了我发现他们就是这个是通稿，谁报道都这么报道。他就不告诉你北京一天成交多少套，他就告诉你0.61万平米，然后说比去年同期增长52%。二手房呢，告诉你多少套，一天成交19套，比去年同期增长73%。这个数字里面大有学问。我在昨天节目里面说过了这个是玩数字游戏的，还有玩文字游戏的。今天有媒体报道说双节期间北京楼市趋于活跃，这个显得就更加谨慎一点，对吧？既要展现这个楼市比较好比较活跃，但是又不能太过，做人留一线呢。所以说他说趋于活跃据北京日报，在国庆中秋双节叠加的8天假期里，北京楼市趋于活跃。这个有网友就说了说你活跃就活跃呗，趋于活跃什么意思那就意思现在还不够活跃，将要活跃，或者有活跃的意思，对吧？活跃就是活跃，冷淡就是冷淡，对吧？热卖就是热卖，卖不动就是卖不动，怎么还有趋于活跃一说？当然了，也有媒体相对客观的，只能说是相对客观的。这个第一财经报道他说国庆楼市众生相，热盘数千人看房，有项目降价100万抢跑，就是有的好的楼盘很多人跑去看，但是很多项目都是降价100万，也就是打9折打8折往出卖说的一样北京楼市我看了一下今天所有的媒体报道的都是北京楼市火热。我为什么说这个数字很有意思呢？对吧？这些媒体不容易因为连胡锡进老师都看出猫腻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胡锡进老师的微博，这胡锡进老师居然发现猫腻，这不容易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老胡昨天看到相关统计部门发给媒体的通稿，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18.35亿元，观影人次5007万人，这个数字看上去很大，但通稿没有给出与去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的同比数字。然而他给出了截至10月8日总票房同比增长18.98%的数据，而且
给出了比2024年全年总票房多12.87亿元的数字。连胡锡进老师都发现问题了，就是胡锡进老师想看一下今年国庆8天，对吧？你跟去年同期相比，对吧？去年国庆节你到底是卖多了还卖少了，增长了还是下降了？哎，他就是不告诉你，然后告诉你的全部是增长的数字。胡锡进老师说啊，这些数字无疑都是真实的，但老胡调出去年的报道一看，这个老胡比我认真呐，他还真去找数字，我是从来不找的啊，我是看到啥就说啥，他还去查一下去年国庆的数字，说明他比我认真呐。我是昨天还是前的一个节目里面讲到那个山东是吧，那个乳山银滩那个房子啊，好像那是个视频，那个视频里面那个 UP 主说啊，那一套房子，他那一套房子是3000一年。我当时做节目的时候啊，因为它是视频，我不能说老是看着视频说啊，对吧？然后我脑子里有印象，但是短路了，我把3000一年当成3000一个月了，说乱了啊，然后说大概80块钱一天吧，80多对吧？恰恰说明啊，咱们这个节目是随口对吧？是一个类似于脱口秀节目，是一个聊天的节目，是不正经的。我没有文案，我更不会去什么打草稿、列提纲，对吧？我这一期想讲什么，我是就着这些新闻呢，就是手上这些看到的这些东西，即兴发挥。有的人说错了啊，我都懒得回去改，因为这个就像聊天一样的，对吧？就像你跟朋友说话，你要是说错了，我回头改一下，我刚才说错了啊，显得都不真实。所以说啊，有的时候看节目啊，还要怎么说呢？提高一下自己的这种理解能力和那个智商，也就是你要提高你的容错能力，对吧？就我说的这些根本就不影响你的理解，说明你这个叫什么理解能力提高了。我们再回到老胡说的啊，你看老胡把去年的11的这个数字啊，他调出来看了，然后他还算了一下，他说啊，今年国庆长假的票房与去年同比是负数，就是没有去年国庆节啊卖得多。上述报道在真实呈现票房数字的同时，显然有意规避了国庆档票房同比负增长，用的是全年票房正增长的数据取而代之。老胡个人觉得这样通报国庆档票房做法不好，既然通报数字要让大家一目了然，同比无论升降都应当列出，否则选择性的报道上升数字，规避下降数字，这与实事求是是有距离的。胡锡进老师说的是国庆节的电影票房，实际上房地产报道也是这样，对吧？国庆节的报道都是报喜不报忧啊，没有喜是吗？不可能，对吧？这里面怎么在这挑一个出来，重点夸一下那些啊下降的，咱就不提了。哎，如果是套数同比增长了，那咱就说套数，聊套数。哎，如果说成交面积同比增长了，套数下降，那就聊面积，对吧？这标准不是咱们自己定的吗？总之就是要告诉你，这个11啊，楼市是稳中向好。为了表达，为了证明是稳中向好，所以我们要找点数字给它印证一下，对吧？衬托一下。所以，大家就不要太较真。但是胡锡进老师他就较真了。你看，其实很多人恐怕不太理解啊。他说，今年啊，截止到10月8号，累计的票房已经比去年全年都多。那好多人，你这不是矛盾的吗？国庆节是下降的，对吧？国庆节8天呢，票房下降，怎么累计到今年到现在比去年同期那票房是涨的呢？那是因为你忘了一个叫什么？一个神奇的电影，对吧？那一部电影好像票房就是150亿还多少亿啊，对吧？一部电影就够了，是这样的吧？是去年春节档期上映的吧？今年春节档期上映的，那很多人看3遍4遍的，3刷4刷的一个动画片《哪吒2》。这个《哪吒2》效果就像上海的那些8000万一套的房子，对吧？这个30万平米那个房子一样。所以关于报道，关于数字，咱就不多说了。连胡锡进老师啊都提出了这个意见。这胡锡进老师以前对吧，他还没退休的时候，我想这也是胡锡进老师的基本技能吧，搞宣传的嘛，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没有秘密啊。所以胡锡进老师这个时候啊提出批评，给人感觉有点像那什么装外宾呐。所以啊，我们结合胡锡进老师的评论呢，对吧？我们再看看这楼市的这些报道，实际上大家就明白了，现在可以说房地产这个形势非常危急啊。也就是小编打着灯笼，拿着探照灯，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到这个合适的报道角度啊，是不是预示着这个楼市在加速？小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只能是尬吹。当然啊，你也不能否认啊，也个别项目、个别楼盘恐怕确实也在热销啊。但是你个别楼盘、个别项目热销，你难挡
对吧？总体上这种叫萧条啊。现在已经10月10号了，还有2个月20天，我想啊，恐怕是不会有什么政策了。就是今年啊，楼市不会出什么具体的救市措施，或者让人眼前一亮的、力挽狂澜的救市措施。所以说啊，恐怕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加速。炒房的恐怕已经扛不住了。这个最近我看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啊，这个说许家印家族信托防线被击穿，许家印23亿美元藏不住了。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什么凤凰网、财经、新闻周刊等等，说他这个报道很长，咱们就不去介绍了啊。他说一直以来啊，在顶级富豪的世界里，家族信托长久以来被视为财富的诺亚方舟和最后防线。它像一个结构精密的金融保险箱，理论上可以将个人资产与企业风险、债务纠纷彻底隔离。然而2025年9月，香港高等法院一纸判决击碎了许家印精心构建的海外资产安全屋。法院不仅授权清盘人接管许家印名下资产，还将其通过离岸家族信托持有的财产一并纳入接管范围，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资产追索风暴。这个我在很久以前就说了啊，对吧？恒大刚爆雷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许家印他逃不了，因为许家印他不仅欠，对吧？国内供应商的钱、银行的钱、恒大理财的钱、业主的钱，他最重要的是欠美元债。你欠了美元债，你要是不还的话，那就是相当于全球在追他，他没有地方可以躲。如果他不欠美元债，他只欠，对吧？牛马的钱，只欠咱银行的钱，那他，对吧？脚底抹油啊，就像那个谁，在他进去登缝纫机之前他就跑了，对吧？去了美西方，那你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啊，对吧？他在那儿照样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吃香的喝辣的，妥妥的人生赢家。但是啊，他毕竟欠美元债，那这些人人家是全球追他，无处可藏啊，什么花招都没用啊。我们再看这万达的新闻啊，万科啊，这万科正式推出上海核心地段1亿元大平层。10月9号，上海黄埔约150米超高层地标叫高福云境项目正式启动认购。本次项目推出125套住宅，均价21万元每平米，认购时间10月9日至13日。高福云境项目此次推出25套1亿元豪宅，均位于东楼16层及以上，面积近600平米，总价达到1.3亿到1.62亿元。其中房源总价最高的是42层的4801号，价格为1.62亿元，单价约27.33万元每平米。其余100套房源总价在7000万元以下，面积约300平米，分布于西楼及东楼地区，最低总价4428万，单价16万元每平米。这个万科能不能靠这个叫高福云境项目翻身？我想啊，这个豪宅啊，恐怕又是日光盘啊，不用怀疑。但是靠这一个项目能不能拯救万科呢？肯定对万科的业绩有很大提升，对吧？你想他这个项目一下就卖掉了，然后这么多钱就回来了，这绝对有用啊。但是啊，能有多大的用呢？相对这个万科这么大的一体量，对不对？人家现在前9个月啊，好像是卖了1000亿吧，它这个总值大概在100多亿，一天卖完。所以大家想一想，对它这个销售还是起点作用的，对吧？它今年又多了100多亿啊，将近小200亿吧，应该这么算。但是改变不了这个暴雷趋势啊。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凤凰周刊呢，它刊登一篇文章，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啊，叫当一个拆二代开始送外卖，5位拆二代的财富蒸发史。说7年前，当拆迁公告贴近村时，张天利一度以为自己就要成为传说中的拆二代，那些因家中老宅或土地被征用拆迁，从而获得巨额现金补偿或数套房产的年轻一代。但房子至今没能落成，为贴补家用，他只得暂时穿行在早高峰的车流里送外卖。说凤凰网周刊呢找到了5位这样的拆二代，这5位分别是是张天利和什么赵哥，苦等了若干年，安置房依然遥遥无期。刘森手握3本房产证，却不好租也不好卖，
眼睁睁看着资产缩水100万，周雷被人设局7套安置房，如今只剩4套，王强手里攥着的只是一张名为房票的白条。这个故事里从来没有幸运儿，只有被时代列车裹挟的乘客。我们看看这个凤凰周刊是怎么说的啊？怎么拆二代变成送外卖了呢？用8年等一个房子，按当时的方案，我能分300平米。当年小区均价1.2万，300平的房子总价值360万。张天利指着围栏内一座已经封顶但尚未建成的高楼，告诉我，彼时他和城中村的其他人一样，幻想着拆迁后的生活，住进宽敞的电梯房，靠出租多余的房子安稳度日，一夜之间实现财富自由。如今这个拆二代的一天，是从早上7点整手机里炸开的外卖提示音中开始的，就是送外卖啊。说拆迁消息抵达张天利所在的村子是在2017年，这是一个位于华北某市城中村，有着近1000户人家，1000余亩土地。彼时周边村落早已拆迁，村民陆续搬进了高楼。如今轮到了他们，村里把土地卖给了开发商，补偿方案很诱人，每户不论人口多少都能分300平米，人口多的还能以成本价再购房。那一年房地产业依然蓬勃。新华社消息称，2017年楼市新纪录，销售额破13万亿，面积超16亿平米，就是烈火喷油啊！同样是2017年，在中央强调住房居住属性背景下，各地频频出台严厉调控政策，房地产金融监管也不断加强，在投资投机性需求被抑制的同时，市场分化更加严重。1、2线城市及周边环线热点热度下降，3、4线城市则明显逆袭。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房地产市场相关数据称，2017年商品房销售额再次突破13万亿元，达到133701亿元，相当于人均花9600元买房。所以这个张天利啊，他就坚信啊，300平米的房子必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啊。在一个华北某一个城市，你因为拆迁就能有360万，那是妥妥的啊，人生赢家。拆迁后第1年，村民每月能按时拿到3000元过渡费，足够支付房租。可没过多久，安置房的建设就变得拖拖拉拉，有时甚至停工近1年。眼看着周边拆迁村的房子陆续封顶交付，张天利他们的安置房却始终停留在在建状态。更让人心慌的是，过渡费开始拖欠，最长一次拖了半年，直到村民集体去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才得以解决。至于安置房的情况，村里总说开发商没钱，等等吧，这一等就是8年。2024年，安置房终于封顶，村民们以为看到希望，可交付依旧遥遥无期。这8年，当地房价就像坐了过山车，从最高1.7万元的峰值一路下跌。生活中还有更多变故在发生。拆迁前，张天利在电器厂上班，妻子在村里开小超市，家里多余的屋子对外出租，夫妻俩每月工资加房租，收入1万多。拆迁后，超市没了，妻子去餐馆打零工，电器厂倒闭了，张天利没什么职业技能，只能到处打零工。也就是好处就是拆迁，对吧？有一笔财富，坏处就是工作没了，被拆掉了。由于家里没什么积蓄，房子又一直没有交付，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做起了外卖配送。那讲另外一个人啊，叫赵哥的，也看不到尽头。这个赵哥啊所在的村子，2022年因修路被列入拆迁计划，补偿方案很特殊，按儿子的数量核算，一个儿子分300平米，有几个儿子就用那个数字乘以300，有儿有女的家庭，儿子分300平米，女儿只能买100平米的平价房，只有女儿的家庭，只有一个女儿能分到300平米，其余的都是100平米平价房。你能相信这是21世纪的中国农村吗？成交。所以很多人对中国不太了解啊。所以你看，在这种环境下，要彩礼那是妥妥的，不要彩礼那才是，对吧？不符合现实啊。你说拆迁、修路，拆迁的是国家行为，补偿居然男女不同。赵哥透露，村里儿子最多的人家，按每套100平
算能拿9套房。拆迁协议写着安置小区3年内交付，也就是2025年3月，每月过渡费3000元，若到期无法交付，过渡费翻倍。签完协议，那些儿子多的人家走路都带着傲气，走路带风啊，对吧？人生逆袭是吧？仿佛走上了人生巅峰。现实无比残酷。如今协议约定的交付时间早已过去，安置区的4个地块目前只建成2个，另外2块连地基都没打，交付时间还是未知数。2022年、2023年，当地房价还维持在1.4万元左右。2024年开始断崖式下跌，赵哥眼睁睁看着即将到手的财富不断缩水。以他租住的小区为例，2022年房价还能卖1万出头，现在每平米只剩7、8千。我听说附近有个村的安置房，去年冬天交了房，1平米才能卖4、5千。有户人家卖一套80平米和一套90平米的房子，总共才几十万。要是在2年前，这2套能卖上百万。实际上啊，就他那个安置房卖7、8千都算贵的啊，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呢。但是说这都没用啊，因为房子还没交呢。纸面财富啊，就是这个财富只是在想象中。说赵哥把记者带到那片尚未完工的工地，蓝色围挡上加快建设、早日回迁的标语，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工地里工人正在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只有几台挖掘机静静地停在空地上。赵哥突然有些失落，他想起拆迁前的城中村，夜晚总是喧嚣热闹，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大人们坐在门口打牌聊天。如今大家早已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但是也有幸运儿啊，这个第3个人物叫刘森的，他就是个幸运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拿到了房本，说2021年他所在的城郊村迎来拆迁。刘森一家在城郊农村住了一辈子，村里3000多户人大多靠种玉米和打工过活。结婚后，他和妻子守着村里的老房子，在镇上开了家卤肉店，日子虽不富裕，也很安稳。这个拆二代这个词啊，刘森只在短视频里见过。他总觉得那时穿着潮牌、开着豪车的年轻人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直到2021年深秋，村口的大喇叭开始循环播放拆迁通知。这片住了30多代人的村子即将改造成产业园，要求10天内必须搬空。实际上，在此之前半年，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但公告之后啊，便再无动静。漫长的等待中，不少村民以为这事已经烂尾，因此当要求立即办理的正式通知突然下达时，人们措手不及。刘森签署的那份拆迁补偿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无偿给予280平方米安置房，按补偿方案，280平米能换2套大户型，或是3套普通户型，那就是住1套租2套，对吧？这日子，或者住1套把另外2套卖掉。彼时，这座城市的房价均价1.5万，280平米相当于总价420万。你说他卖卤煮，什么时候能卖420万呢？以后我们都是有钱人了。刘森拍着妻子的肩膀说啊，一家人坐在一起合计。父亲抽着烟说，多1套是1套。母亲则惦记着以后孙子能有地方住啊。最终他们选择了3套90多平方米的2室2厅，对吧？如果自己住1套卖1套，能得130万现金，剩下1套租出去，每月房租都够生活了。你看看，有30万存银行，完了之后，另外1套出租，租金还能管生活，你说这日子过的，这不就是财富自由了吗？对吧？再卖点卤煮是吧？卖点是点。这个刘森啊，恍惚觉得命运或许真的要拐个弯。等这几套房子到手，有了钱，他要买一辆宽敞些的商务车，偶尔出去旅游，让孩子读市里最好的外国语高中，然后把卤肉店做大做强，开连锁店当大老板。这个所以人呢，很容易膨胀的啊。这个还没有到手的这个400多万，就让他膨胀成这样，对吧？孩子要上那个最贵的、最好的外国语高中，那1年得多少钱呢？
所有的这些规划都建立在房子到手的前提下。房子盖了2年，全村人搬走后不久，刘森看着挖掘机开进村，老房子的砖墙在轰鸣声中倒塌。与此同时，大型机械还开进了另一块给安置房腾出的空地。每隔一段时间，夫妻俩都特意绕到工地附近，看着这个塔吊一层一层的把楼盖起来。2024年3月，拿到3套新房钥匙时，刘森的手都在抖。小区建得比想象中好，18层的高楼，楼下有花园和健身器材，房子是简装状态，买些家具就能直接入住。让他更安心的是，很快就办好了不动产权证书。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夫妻俩的心就哇凉。这个夫妻俩合计着先租出去一套，月租2000元，可在中介呢挂了1个月，连个看房的人都没有，中介也没办法。现在安置房不好租，位置偏，周边配套还没起来。刘森又想着卖一套变现，并挂出每平米13000的价格，中介带来了更糟糕的消息：2021年均价15000，现在13000都不好卖。刘森算了笔账，280万平米的房子，2021年值420万，现在只剩360多万，2年少了50多万。他们跑遍周边售楼处，得到的答复全是现在行情不好，价格还在降。他们一切规划都是从420万算起的，结果现在虽然他没有拿到过420万，但是预期是这样的，对吧？人的预期一旦形成，是吧？他就有错觉结果现在360万，这关键还不一定卖得掉所以这70万就没了，60万了。你说怎么弄？关键价格还在降，他想等周边产业园建起来，人多了，房价说不定能涨回去。可等到2024年下半年，当地房价均价跌到11000，3套房总价还剩300万元，比2021年少了110多万。3套房子的物业费是笔不小的开支。张兰偶尔会抱怨，就是他妻子早知道当初卖一套就好了，现在砸在手里还得倒贴钱。刘森没话说，只能蹲在阳台上抽烟。也就是这3套房子砸在手上一套住，那2套本来卖一套租一套，现在都只能空在那儿，而且还要交物业费，妥妥的变成了负资产，而且价格还在降。一个没有收入的农民家庭怎么扛得住呢？对吧？他只有把房子卖出去才能变成钱。邻居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把房子在中介挂了半年，一直卖不出去；有人想把房子抵押给银行，银行说安置房抵押额度低。你看连银行都坏得很呢，你这安置房来抵押，对吧？你这评估价是60万，恐怕只能押给你20万。本来想当拆二代，现在倒好，成了富二代。刘森自嘲，上个月他去找中介更新房源信息，将每平米价格降到11000。中介说有客户愿意出1万每平米，问他考不考虑。刘森犹豫了，他想再等等，又怕价格跌得更狠了。他说那些短视频和自媒体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一个说法，在信息茧房里，他看得越多，想得越多，发现房价下降就越狠。在卖与不卖2个选项中，刘森摇摆至今。好在这房子是白送的，他不是加杠杆买的，如果加杠杆买的，他早就破产了。他现在只是缩水，所以那个疼痛还没那么厉害。如果他们能解决吃饭问题，一份稳定收入，他完全可以不管这3套房，你爱咋地咋地。那第4个人呢就更惨了这个叫周磊的这个人呢，他的房子不是变凉了，而是直接蒸发了。他曾是这个人群里最接近拆二代的神话的一个。这个故事是一个悲伤的周磊实际上就是掉入别人设的赌局，房子输掉了。周磊稀里糊涂签了字，后来他得知那些人根本不是拆二代，专门给拆二代设局的人，也知道你这个村在拆迁，然后就把这些喜欢赌博的人呢，他给你设个局，把你搞去有点像那个活着那个电影呢，那个富贵
天天去赌博，把自己家产输掉了，一个道理啊。这个凤凰周刊啊，通过采访这5个拆二代，总体上啊，这个5个拆二代并没有因为他们拆迁，就像过去一样，对吧？过去谁的房子上写个拆字，就表示这一家暴富了。过去我记得相亲的时候啊，如果你只要透露一下家里要拆迁了，立马这个相亲成功率啊就提高了100%。但是现在，对吧，在楼市低迷的情况下，拆迁反而充满了风险。如果负责建设的、负责拆迁的这个开发商实力弱一点，或者开发商出问题爆雷，那你这个就陷入个死循环。当然，假设啊，万幸，对吧？你这个小区拆迁完了也盖好了，房子也交给你了，那你还是扛不住啊资产缩水。好，假设你扛住了资产缩水，你也不在乎，那还保不齐还有败家的，对吧？因为这个财富来得太容易啊，凭运气得来的财富一定会凭实力啊败个干净。哎，这个凤凰周刊采访的这5个人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所以说啊，从恒大爆雷以后啊，谁的家门口啊墙上写个拆字，已经不代表财富了，实际上是代表着风险了。所以说啊，现在有很多人，对吧？因为有的地方还在这个城市更新呢，还在拆，所以最好是拿现金。你要一套房，对吧？自己住，剩下的最好都是现金。当然了，这个也得这个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啊，不能一概而语。刚才说的这个拆迁指的都是啊这个华北啊，也就可以说是北京周边。那你说他拆迁盖了那么多房子，卖给谁呢？谁会去呢？房子是严重过剩，对吧？那个价格只会下跌，不会涨的。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